又攬又錫又講 I love you 啊等等嗰啲，呢無謂嘅呷醋啦咁。我屋企有工人姐姐同我個 B B 餵奶嘅時候，係咁教個 B B 講話 B B 啦姐姐，咁樣正唔正常㗎？我覺得佢太冇邊界感啦。OK， 咁就好多僱主都係會遇到呢個問題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我都好了解僱主啦，懷胎10個月，就可能又第一次咁樣 ，BB 咧係會跟個姐姐多好多嘅，係會比較同姐姐親密啲嘅。其實你可以咁樣講噶，我通常都同啲媽媽講嘅。咁你請嗰個姐姐翻嚟咧，最好咧就係個姐姐咧當你個 BB 咧係姐姐親生嘅一樣啦。咁啊好過佢唔中意 BB 啦，或者甚至有攻擊性啦，或者係對 BB 唔好啦。因為你要諗下喎。如果佢係真係當自己嘅 BB 咁，起碼你個 BB 第一個就係安全㗎啦。咁你 BB 安全嘅話咧，咁其實咧就已經係可以抵消咗好多問題嘅喎。姐姐咧點解會同啲 BB 咁親密啦？咁啊可能又攬又錫又講 I love you 啊等等嗰啲，呢個咧就係因為佢嘅民族性嚟嘅，因為佢比較注重家庭，所以咧佢自然嘅反應咧都係會當自己小朋友，即係證明你嘅小朋友比較得意啦，佢中意啦，咁啊所以咧會比較親密啲嘅。咁如果我個人嚟睇咧，咁其實咧，除咗錫啦，咁其他嘢咧，其實係 OK 嘅，我覺得嚇。因為如果佢真係當咗係自己嘅 BB 咁樣湊咧，其實已經好過你自己咧，成日都擔心咧，個工人咧會唔會唔理個 BB 啦，或者係唔中意湊個 BB 啦，或者有啲厭惡啦。你喺網上都會見到好多姐姐咧，就係因為玩電話啦，或者係唔理個 BB，唔同個 BB 玩啊，10個9個都係咁嘅投訴㗎啦。但係你已經其實好好彩咧，就係請到個工人咧係中意同埋愛你嘅 BB 嘅，其實你每個問題咧係少好多。仲有你呷醋呢個問題咧，其實咧你係可以不需要擔心嘅，血濃於水啦。始終咧佢哋 BB 咧都係會知道媽媽個味道嘅，可能你係餵奶嘅嚇，咁啊可能母乳啦，工人代替唔到噶嘛嚇，咁啊我都盡量 suggest 可能啦，咁啊媽媽啦或者喺有時間嘅話咧，個 BB 咧有專屬嘅時間嘅喎。放假嘅時候咧，咁你就可以咧揾啲專屬嘅時間咧陪呢個小朋友嘅，等佢可以同你聯絡感情啦。建議啲僱主咧都可以睇開少少嘅，亦都唔需要呷醋嘅，因為你請工人係用嚟睇住小朋友噶嘛。咁啊，如果工人係愛你嘅小朋友，中意你嘅小朋友，係好過佢有攻擊性啦，或者唔中意啦，或者等等嗰啲嘢嘅。咁如果你哋放假嗰陣時咧，咁你可以抽多啲時間啦，餵個 BB 啦，同個 BB 玩啦，或者係攬住個 BB 啦，咁啊攞翻個專屬嘅時間陪呢個 BB 都會感覺到噶。建立專屬親子時間。如果唔想工人姐姐同 BB 太親密嘅，其實咧你第一件事咧就要感謝佢咁錫個 BB， 但係亦都可以同佢講話唔好成日錫佢啦，或者係唔好成日講粒粒粒啦。呢啲工人自己都應該知道點樣執生噶啦。咁如果有啲咩關於姐姐或者你同工人相處嘅問題咧，可以留言俾我。我係 Sir Henry， 有啲咩問題都可以揾我哋金女送。記得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我哋嘅影片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